收听8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12章24到25节，心思的战场，上主所爱的。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我们是上主所爱的吗？如果我们是上主所爱的，那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我们真实会在生命中来经历。希伯来书12章11节这样说：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可是后来那些因受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能够结出和平的果子，过着正直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是主所爱的，在希伯来书12章就说他必管教，岂有父亲不管教他儿女？这是出于爱的缘故。因为在出埃及记其实很清楚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认识的这位神其实是一个很清楚的图像。特别在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就透过摩西告诉当时代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的基因里面、思想里面、潜意识里面，他们对上主的认识是这样子的：我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我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我坚守应许直到千万代，并赦免罪恶过犯，但是我一定惩罚犯罪的人的子孙，直到3、4代。这是在这个石板就是破掉之后呢，就碎掉之后第二次再颁布一次这个石板的时候，上主透过摩西说的话，所以这就定掉了整个以色列他们世代间对这位上主的认识。我们的主是慈悲怜悯的主，然而我们的主是会发易怒的主。特别我们看见大卫因着藐视上主而经历到的这个惨痛的教训，就是这个他跟拔示巴非婚生子不是这个正确的方式而得到的这个孩子，甚至大卫还认为就是他做得很就是没有人发现。然而主非常的不喜悦，在这当中因着爱的缘故，主必管教，但不只是管教而已。如果一个孩子被他的父母管教是出于爱的缘故，那么他的管教必定是要带领他有一个更好的方向，有一个更好，甚至是帮助他来建立那正直的人生、正直的脚步所以在今天我们看见，当这个原来的这个犯罪后所怀的孩子死之后，在今天的经文说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在这之前呢，其实都不是这样说，都说大卫跟这个乌利亚的妻拔示巴所以到这边这个作者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编辑者改成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这代表一种合法性然后跟他同房，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大卫给他取名叫所罗门，而这个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因为它跟平安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发音有点接近但是有的人说呢，其实这个字所罗门的这个音，它的另外的意思是取代或者是复兴的希伯来文，因为它取代原来死的那个孩子，好像是一个替代，然后复兴就是说他从这个原本大卫在这个罪恶当中，然而因着主的管教，他复兴起来，他不再过去那个生活，而是他回应合神心意的生活，他真实的认罪悔改到神的面前，重新开始。而我们怎么知道大卫真的已经蒙上帝的悦纳呢？因为他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先知拿单说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耶底迪亚。耶底迪亚在原文就是上主所疼爱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管教的现场，或者是这个管教的经验当中，不论是我们是被管教的，还是管教他人的，
我们是出于什么样子的动机，所以我们这样做呢？我想今天的经文再次让我们看到主他的我们用比较白话来讲说，好像是一个惩罚。他的惩罚并不是为了要叫大卫把四巴都死去，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让大卫知道，他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他是公义的主，是圣洁的主，所以大卫为此付上代价。然而主并不是说你做错一件事，所以你全部都一概否定，而是他让大卫透过这样的一个今天的经文再次复兴起来，再次回转回应，然后复苏起来。就像今天的这个 RPG 祷告的金句说的，因为受到这些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能够结出和平的果子。是不是很像所罗门的名字呢？所罗门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被生出来，然而这个被生出来却是要带来和平的，是在上主的一个赐福当中，是在上主的一个祝福的里面，他被生出来。所以我们的主其实他不是要我们好像做错了事就一直活在罪疚罪孽的当中，也想说我不改了，反正我就是错，我就是不好，我就是肮脏污秽，我就是讨人厌，我就是没人爱。主的管教是来自于他的爱，然后这也再次来提醒我们，再次的来默想，若是我们的主是一位丰盛、慈爱、怜悯、信实、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也同时是圣洁公义的主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在一个经历管教，就是我们去管教他人的现场，或者是被他人管教的时候，我们是否去查验这背后的动机是出于什么呢？在这个世代，很多的时候压力很大，或者是说因为有很多的未知，所以我们会采取一些行动，不管是管教小孩，还是在职场中的一些调整。但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我们背后是出于爱吗？我们的背后是出于要建造这个人的生命吗？我们的背后是要造就、劝勉、安慰他人吗？若是，真的很感谢神，但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过程中，若是我们是被管教的，求主帮助我们要去查验这其中，我们能够继续来调整，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结出和平的果子，活出正直的人生。那如果我们是一个管教他人者呢？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唯有主知道那个被管教的人，他需要什么样的方式对他是最有提醒跟帮助的。我记得在比较前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带领年轻人，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用说的，而是用提点的。在那提点当中，或许会经历一段时间，就是信任磨合期。然而在那当中，我觉得看见主真的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工作，不是因为我们很有能力去掌握或者去安排，而是因为主因着我们愿意成为那个像教练的角色，使人的生命就在其中被锻炼起来。这当中当然有很多人的软弱、缺乏跟磨合，然而因着主他疼爱我们，所以他管教的过程中会让人的生命是越来越好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不论是属灵的父母或者属灵的儿女，我们都一起来经历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然后主所爱的他也扶持保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大卫，谢谢你爱我们当中每一个相信你的儿女。主啊，你所爱的你必管教，但是主，你所爱的你必管教的原因是要让人的生命结出和平的果子。
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来认识你的和平，来认识你对我们管教的心意。若是我们是那管教他人者，也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有充足从你来那信实不变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很有限，甚至即使我们是出于爱的缘故，有时候我们的管教仍然有差错。我们要恳求主的饶恕，也恳求主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爱我们永远不改变，你让我们成为这蒙恩的子民，是出于你的应许。恳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因着知道认识这个应许，我们就努力来活出你的心意。因为我们是被你所爱的，我们是被你所保抱的，让我们被主来爱够，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常常可以有能力来调整。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的时间，活出你所爱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你是他所爱的儿女，不只是一个仆人或是同工哦。求主来带领你，在今天再次来经历被主爱满满的日子跟生活。我是思倩牧师，我们明天见。